你做咩唔翻屋企？跟着你走，跟着你走，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。不等你说个美的承诺，我可以对自己承诺，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是执着是洒脱，留给别人去说，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，那是为你才这么做。今晚終於完成咗大馬嘅演唱會嘅第一場，當然係相當之興奮啦，同埋好感動啊！好似見翻一啲舊朋友咁樣嚟到，因為都有10年8載冇喺大馬開演唱會，咁今次兩場啲觀眾都咁熱情啦，咁飛又好快即刻賣晒，咁呢個都係我冇諗過嘅，咁所以今日係既感動又興奮。我在發熱發亮。呢度現場有萬幾個觀眾，你哋係咪好少睇四面堂啊？我就將呢個好特別嘅新鮮感送俾大家。雖然可能好多朋友喺紅館已經睇過四面台，但係我相信好多大馬嘅朋友喺大馬呢個地方就比較少睇到四面台。希望今晚觀眾可以感受到四面舞台嘅不一樣。因為我自己都未試過出埠做演唱會，個團隊係有成200幾人。咦！我家姐嚟咗，仲有我啲中學舊同學啊！我中學同學個仔啊！你話我哋有幾老咯而家？很心急擁抱，所以在逃。印尼嘅親戚都嚟咗原來，哇！帶着你漫步。安仔冇嚟啊！佢今晚有香港有嘢做，有 show 做啊！你都係咪戥佢高興啊？我都好開心。安仔加油啊！我又喺度加油。你唔得閒啊？你哋嗌下啦！咁耐冇見，有咩説話想同我講啊？除咗你好靚啊，你唱歌好好聽啊，你 keep 得好好啊！因為呢啲事實唔使講咁多次㗎啦，事實嘅嘢擺在眼前。咁同埋有啲做服裝看似咦好似差唔多，但係其實我係全新做嘅。有啲衣服你以為係加一啲嘢減一啲嘢，但係其實有啲衣服係全新做翻一套以前即係以前澳門嗰站嘅衫咯。咁所以其實都係好成日都係好不惜功夫。頭先嘅有鑑於觀眾好熱情，開晒燈，咁有啲歌迷都仍然留喺度啦，繼續嗌我啦，咁我其實又係好感動。往往呢啲我都禁不住都要自己衝翻出去，因為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好值得出翻去再同啲歌迷去 say goodbye 同埋多謝佢哋咯。我覺得歌迷又唔會貪心嘅，即係見多你一下有多一隻咁，其實佢哋就好心滿意足咯。即係佢哋又好，其實好個要求好簡單，即係淨係哎呀見到你一面啦，見到你幾分鐘，咁我覺得係我都好願意去做嘅。咁所以其實好多時都會 rehearsal 嘅時候都會盡量預多一隻歌咯，咁睇下會唔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咯。